没睡，没睡。人生以赌为目标。开始。开始啊！哎呀，开始啊！啊，你叫如何度过？已經到。哎呀，阳光那边没得啦。哎，你们家子啊，好玩呀！就歹勢，只咁未使過。而家凍條，而家凍掉，未使過啊，歹勢。等陣，等。拜託，感恩。哦，就感恩，謝謝啊，多謝。買幾多？哦，謝。哦，謝。诶，哦，主桅杆好像要倒向南边呢，看来好像要倒向南边，大家都在等着这个航船的主桅杆，看倒向哪一方啊？然后以后我建教大典，立登高就要立在那一方，如果倒向南方，就要立登高在南方。嗯。哦，谢谢。海都温暖了，谢谢啊，谢谢。关系。哎，你看那桅杆好像要倒向南边呢，这边看比较清楚。
啊，哎呦，快点快点啊！我感觉你要起一边啊！哦，快带！哦，可以抓到那个刹那吗？呵呵。哎呀，因为下雨了，所以盖塑胶布。一大早就下雨。哦，这边拍的，可以看得很清楚，是面向南方的。桅杆是，主桅杆是倒向南方。然后3年后建交大典立登高架在南方树立登高，以此类推。也有人来连庄的呢。哦，温度变化好像龙卷风，更烈风。啊，各位家长各位先生，支持我各位，我哋歡迎各位喺香港身體健康大家表示特別歡迎，看咱條個社內底。